有民众伫社群平台打文，讲伫超商买一支家人连订糕饼店授权的蚵仔鸡仔饼，加开时阵煞看到加纸。业者表示，这支鸡仔饼是委托工厂生产的，强调会负责，也先预防性落价。基隆市卫生局表示，已经主动联络业者厘清，也邀请制作商所在地的卫生局查办。有民众顶日在网络顶抛文，讲伊伫超商买一支家人连订糕饼的蚵仔甲鸡仔饼，原底想要食一个透心凉，想要到一个家内煞夹着加纸，伊是惊甲毋敢搁食。超完整的，他说当年大家拢会烦恼啊，什么人没拄到这种，家来招急诊室，咱就惨了啊！再大的店，有时候它的原料混合什么的，你也不晓得它哪一个环节会出错误啊。记者实际去这间家人的百年老店连订糕饼，业者讲，这个系列的鸡仔饼是透过品牌授权委托工厂生产的，并不是由业者生产的。业者向消费者甲社会大众回示的，嘛强调会积极来负责。也拿家人卫生局嘛主动联络业者来厘清。经过查证，这项产品负责的厂商是伫台北，制造商伫台中，会依请相关单位查办。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品质啦，或者是在这个包装啊、贩售啊等等这方面就是要经过我们的一个同意。那如果有出任何的问题，他们要负全权的责任。依据食安法如果食品里面有异物，然后或是可能有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，依据这个食安法那可以处6万到最高2亿的罚款。连订授权代理商一家公司发声明表示，已经几啊届甲这个消费者联络，不过伫出国进前拢还未得到对方的回应。目前通路咧卖的产品已经有预防性落市，检查同一个批号的产品拢无发现各样。因为还未摕到人客投诉的迄支鸡仔饼，所以无法度判断品质甲个样的原因。针对产品生产的过程甲厂区的环境，续来会更较严密来管控，莫阁互类似的案件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